面熟放进碗里，卤好的牛肉再铺到面上，加上一勺灵魂汤汁，最后撒上一把葱花。面 Q 肉大块，看得令人食指大动。但这碗牛肉面只卖60元，你相信吗？原来是因为老板徐维泽采买肉品直接从源头下手，省去了各盘商之间的价差，为的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轻松地品尝美食。我们刚好有找到一个就是货柜源头，然后我们从大盘、中盘、小盘、批发、零售这些中间我们都省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各位社会的喜欢吃牛肉面的爱好者。除了便宜，健康美味更是重要。这家牛肉面的汤头所使用的卤包，也是老板徐维泽特地到亲戚家开的中药行选购，而且还很搞刚，先用研磨机磨成粉，再加入高汤中熬煮，所以他们的汤头喝起来有着淡淡的药材香。市面上买的卤包啦，我们觉得那个味道不是很顺口，也不是很健康所以我们就去采购正统的，就是中药店去买中药回来，然后进行自己的研磨，然后去调整汤头整个味道，让汤头整个喝起来更健康。因为我们的汤头没有用桶装酱油我们也没有用市面上的那个味精也没有用卤包它的酸甜我们现在是用有机的天然豆下去打酸甜出来，所以喝起来有卵磷脂喝起来会很顺口，不会打舌。徐维泽说，因为没加味素及化学调味，所以汤头第一口喝起来清清淡淡，但喝着喝着，渐渐能喝出天然食材经过熬煮所带出来的甘甜味。徐维泽也希望喜爱美食的朋友都能来试试他的冠军牛肉面。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